因为伫香港上尾一个主要的反对党民主党13召开特别会员大会，宣布要解散。也就是讲，带领香港人争取民主超过30年的政党，就要行入历史。目前因是无讲因为什么款的理由要来解散，不过有真侪党员拢有受到中国的警告，讲若是唔解散，就会付出真大的代价。Today, our members passed this resolution of allowing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proceed with the dissolution follow-ups with vast majority votes. 香港嘅民主黨今年2月宣布展開解散定時，13特別會員大會正式通過。主席羅健熙表示，今年也是明年都會完成清算，若有出嘅東山會關乎理念瓦緊嘅本地團體。另外，解散理由伊低調無加講。也毋過香港今年年底特別舉行立法會選舉，不少民主黨員攏受到來自北京嘅警告，若急着解散，就會付出真大嘅代價。I think people just don't want to be arrested or to have more difficulties. So, well, I guess we shouldn't second guess our members. 民主党成立伫1994年，是泛民主派中上大也是上有影響力嘅政黨。1997年，香港主權交替了後，甲北京嘅矛盾關係複雜化了後。經過爭取特首普選的佔領中權運動，甲2019年反送中運動，北京當局實施國安法壓制異議聲音。泛民主派大多數政黨已經解散，民主黨也含其思考，攏真歹找到未來路，終其尾也是行入歷史。另外，英國星期二《泰晤士報》報道，自由民主黨籍議員霍布考斯車閘去香港探望後生甲拄仔出事嘅孫，所伫機場向拒絕入境遣返回國，無予伊理由。予伊正做香港自1997年回歸以來，英國國會議員向拒絕入境嘅頭一人。霍布考斯是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員，伊認為拒絕入境可能甲關切中國人權有關係。英國外交大臣拉米表示，這件代志互人感覺煩惱，要求北京甲香港當局交代。公司新聞是會中編譯。